来关心是2024年的大选，民众党不分区的立委被提名人黄国昌，针对副总统赖清德的旧厝涉嫌违建，佮提出来指控。黄国昌是怀疑这厝是新起的，唔是征收。佮讲赖清德伫咧做立委的期间，无照实申报财产。不过赖清德的办公室表示，这拢是伫拓空的合法建筑物，税金该纳拢有纳，嘛尊重新北市政府依法核定的定数。 民众党无分区立委提名人黄国昌讲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旧厝违建，摕相片前后比对，提出4大疑点，包括赖的旧厝毋是翻修是新起的，当时赖清德是立委，台北县长是苏贞昌，而且伊毋捌老实申报这个建筑物，这个建筑物嘛毋捌缴纳房屋税有20年。这一栋建物其实根本不是所谓以前的老家翻修。 而是从2003年到2004年才新建完成的2层建物。这一栋房屋从新建完成到现在，从来没有缴纳过房屋税。 他们逃税已经长达了20年。对这件代志，赖清德竞办因讲，毋是违建，嘛无切占国土，是真侪伫拓空啊合法的方式，强调该交的税拢有交，嘛一定尊重新北市政府依法核定的天数。赖副总统的万里老家一直被蓝白两党以错误的讯息误导社会，这不是都市违建，也没有窃占国土，而是矿区合法存在的房舍。公务局于今年9月前往勘查，经过比对之后，认定属于98年6月25日之前的寄存违建，并且依规定拍照列管建档。新北市政府对于寄存违建秉持一贯的处理原则，都是依法行政。新北市干部局是回应赖副总统旧厝的地址是古早就有的违建，这是事实。依照规定有翕相建档列管，无另外寄发认定通知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